咱要来算高山啊海千秋哦。有几只高山啊咧？第咧，咱来算看卖。1、2、3、4、5，才有5只高山啊海千秋。即马咱来请囡仔的手做高山啊，妈妈的手，大人的手，看是妈妈还是爸爸，还是阿公阿嬷坐伫你边仔的来做酷戏哦。哦，所以一个人把手举起来。 做高山啊，另外一个人做酷戏吼，你用倒一手拢会使吼，甲你边仔的人做伙，安尼准备开始咯，准备来做伙学手指头仔念。5只高山啊海千秋，天笑酷鱼袂晓爬树，酷鱼来呀，酷鱼来呀4只高山啊海千秋，天笑酷鱼袂晓爬树，酷鱼来呀，酷鱼来呀3只高山啊海千秋，天笑酷鱼袂晓爬树，酷鱼来呀，酷鱼来呀2只高山啊海千秋，天笑酷鱼袂晓爬树，酷鱼来呀，酷鱼来呀1只高山啊海千秋，天笑酷鱼袂晓爬树，酷鱼来呀，酷鱼来呀无半只高山啊海千秋，天笑酷鱼袂晓爬树，酷鱼来呀，酷鱼来呀哎呀，咬到石头啊！喙齿落了了。这个高山啊海千秋啊，千秋其实有几啊种讲法，你讲的可能甲我讲的无相像。像我有听过人讲海东秋，哦，有人是讲海参秋，我拢是念海千秋。 所以你会使用你惯势的方式来念，拢会使哦。重点是甲手伸出来做伙来算哦。